二爷，二爷，你上次叫我找的东西啊，我今天找来了，拿来，来，那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那给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上来一条钱，再没困起不表情。二爷，这个2条可得上去了吧？二爷，这个荷包也上去了吧？别对你们都拿去，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都不许拿。拿了，拿了。喏。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家不许我的。我今天背地里偏要得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道边今日是难得西厢，前前张生。情深能是阴家，母阴深情更比张生看保佑幸福有情。林妹妹，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一下可要成功做鬼了呢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的是狂功名闻，完全那是不顾文章。你我的这些人，不是这些事，哪又是什么事呢？还不趁早叫我看一看。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事，
是了花鸟之话，别无一人知道。今天看我是不怕的。什么事啊？千万好歹可不要告诉人啊！真是好文章，你也是看了，连外也不想起你。哦，no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喏，西厢记。好文章，好妹妹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妹妹，我是个多情多情啊谁？你就是那情歌情人的梦。日子里，伢个哪的女把我推去了。我也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嘿，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不好啊？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。好妹妹，你明天请我做个香台好不好啊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。你送我香台，我也送你一样东西。喏，这是不仅我送给我的，是皇上亲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在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香台。我要香台。你要一个香台，那很容易。王子今日有人会替你做了，
人家比我有为多有为少，又有什么金的玉的？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敢说，友不见心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俩是古旧姐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姐妹，论亲戚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俩一桌菜一张菜，从小就一起长大的，他是才来的，结果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嘿，我难道叫你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成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你难道就只知道你的情，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